夜深了，快来睡吧。谁来了？谁来啊？舅妹啊，莲子给熬好了没？熬好了。啊，媳妇还没有过来，到得早了，岂不要凉了啊？咱不早些倒好，岂不要烫了你媳妇嘛？凉了，岂不要冰坏媳妇嘛？你丫的，凉了嘛这女呀？姐姐真想着知道，可怎么从不见媳妇也这样体贴姐姐呢？你媳妇把心思都用到书本上去了，她哪有功夫想你姐姐的事啊？姐姐你呀，忘了，娘子日，看你这个书呆子，刚才叫你恩人，怎么一下你就忘了？娘子稍等，小生来了。王君亲征2年一趟，抵得过书记子，自古原谅。唐大子唐金人，功名于王，金不女归走吧，凉了吃下去不好。都是娘子。你在做什么？做针子。让我看看。凉了，快去吧。不去我看，我就不去。写上密码字，我在做的。你想我还会替别人做码字吗？你替我做了许多码字，又做它无用啊！你深夜用功，两腿受了温气，需要密码舞台才好呢。娘子如此体贴，小生没此难吧？不要这样子。舅妹，你等一等。不听之间有生趣，娘子，我在你家已有2年了。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多报，待等来年上京应试，实得高祖，定今娘子进京东乡永华富贵。王郎，你至今这样日夜用功，这为的是永华富贵吗？是啊，常言道得好，10年长夏无人闻，一举人民天下知。一旦中了上药，我就什么都有了。这万位王啊！你莫忘了，在你朝下无人问，莫忘了寺门外一片山安宁，愿王郎才高配，无为
专营，唐大子下的跪是不为人王啊，唐大子下的跪，你所谓来去，教会应与王啊，红手清明。大子姐子觉得浑身发冷，怎样了？才与中一人还能治病，快些去睡吧。就依娘子。海神庙右边有一位张大夫，医道十分高明，明日你就去看一看吧。多谢娘子。明知彼此爱难，苦心用心，但愿这王的苦，不为真情。你听听你，刚从飞虎到里面去了。啊，我去叫他。我们这位鬼影师弟呀，这师弟夫简直弄糊涂了。你想，今天是我们这弟妹结拜的日子，他倒忘得滚滚心心。我对他说了，他现在心中只有一颗城了。你看他2年来为了一个碗筷，得罪了多少客人？他好容易摘下来的一点东西，也为碗筷花完了。他呀，就是想当状元夫人。师妹真是个情种。什么情种？他便是欠了碗筷的。好啊，你们又在这里别骂我了啊！哎呦，状元夫人来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不是我们服侍，是你呀，贵人多忘子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都忘了？哎呀，我们等到3更天，你也不来，真的忘记了。你们提醒我，我去不就是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能让状元夫人去呢？当然我们来了。你这丫头，不是你吗？是嘞，好了好了。哎，小姐，这把小姐是谁来了？哎呀，你看，这到哪里去了？这是师妹的父亲留下来的遗物，要快找找吧。好了好了，不用找了。你们看，在这里。哎呀，你的这个都送去碗筷了。哎，当心在碗筷变形，把它送给别人。碗筷不过少了几个人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不起他？好好好。但愿他们与你不受监牢。只要我拿好心待人，神总会拿好心待我的。师妹，你不要多心，我们话也是难听，可都是好意。我们这姐妹自从结拜以来，只剩下了3个人，彼此还能不关心吗？想当时多么热闹，现在就这么冷清。你有的地府本子了，不让我们见面。叫他怎么能不怨你哦？一点的事真不忍的。大弟弟从良去，自己一生。三妹妹丧了命，我父大妹就来回家乡。
下了三姑人，不禁当黑弟妹们将为平与风浪当开，爱愿得雨一山云铺月来，小就在你爸爸小来在，舅妹。你前去看地婆，暖一口为。四妹，你同小姐讲什么啊？没有说什么，这么一会儿你就不放心了？不是的，我怕他推人。客人不放肆，这要信你，不就行了吗？谁在想你？真的，这你就放心了吧。啊，我去看一看，谁来啊？沈家不理我们走吧。姐，沈家要走了，亲妹的，你媳妇刚才让你，好。那我们走了，不送你们了。你呀，坏心思送我们。姐，你不行了啊！嘿呀的！夫人在这里休息会，该老奴先去陪了。忘了，娘子万无言。忘了，来此也是黑人庙，想连我几位夫妇是黑人给做的媒分，我不你我一同进去，向人的民国誓约。娘子说的也是。与王魁几位夫妇誓约把受监牢，生死无法永不变心，但为此呀让人苦害。小生王魁与桂英接人夫妇列至不边及走去，但为此呀永谁刀杀？忘了，严重了。新郎君把
虽然身大，只是岳父刘金娘子立言言问，小生岂为丢了？自然好，少爷，马衣备好。来忙去摸老天灯，王郎啊，你女皇小调送来问安。少爷，请上路吧。老管家，请你一路自当，好好侍儿少爷。老奴遵命。少夫人，你对我们淄博的大恩大德，老奴永不忘记。娘子，我要走了。王郎一路小心，为妻在家等儿嫁衣。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。你回去吧。王郎，你一路顺从。娘子在家也要小心了。姐夫去远了，困不及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都领做子了，王郎在苦心才定他元岁弟弟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要是少夫人这次少爷高官得中，定然喜欢非常。少爷就该派去少夫人进京才是。我也有此意。启禀状元公，李大人道：
有听。常员公承认。李大人，常员公请。恭喜常员公，贺喜常员公，喜从何来？老丞相有一千金，十分爷美。老丞相又有常员公，就为进京自豪。不知常员公意下是何？蒙爱老丞相见爱十分关键，只是岳氏家中也有糟糠之气，这门亲事难以哟。请问常员公，家中的夫人是哪家名门的千金呢？这个是常人家出生的了。这无妨，多送些银两，叫他的年穷度日，也就是了。有道是糟糠之气不下堂啊！常员公不去糟糠，真是难得。这是常员公气色，原是欣赏人家之女，这怕是笑话。这是二人相爱在之名，常员公做了老丞相的东道夸许，今在贤人无了。此次李翁请为永有生三世，三世而何用？常员公告罪，告罪，告子奉送，告子，告子。这个李老爷的差人在我一家，这李老爷是叫相夫姊妹来的。那少爷，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呢？我自有此章，不用你问。少爷呀，是我没有来呀，死了两人，赵夫人为我们背尽了我们，李金人头戴乌纱要女戴，少爷呀就该召集夫人到地境来。不知道你下去。启禀常员公，上哪人可夫？听说他是本府的人，他来做什么？不必有事和我。有听。常员公，听啊！常员公，下官少来拜耳，请常员公施罪。有真正功劳有赐家的。常员公，实在李翁奉了回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，言道常员公不起糟糠，故而不便答应这门亲事。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，只是老丞相放得常员公的妻子乃是莱阳名可扬的野花女子，此事倘在被人知晓，常员公的脸面何成啊？老丞相实在是为常员公苦心，故而们命下官再来提亲，常员公可万无推洽的了。他们自此相爱是何是好啊？见夫
恩梦相依初见，玉梦中辜负人，欢喜三落命苦熬，他原是四下门里演得的好穷才，我与他为难相逢成匹配，定期再去不应该。常元公，常元公非要看死对，西平家国应开为，教会本是壮胆女，真比得二门虚无女精彩，他早经无处心难别，真配你天子门生外外在，是这样现在的良机是难在。经济是要真相配，我实在相负，从今就实上请用乘风吹。常月公，意下是何？夫人相遇哎，有深珍贵太子。只是匆忙之中无有信问，是何是好啊？常月公，这牛实在不是最好的品物吗？这牛顺什么？原来知见之问，是以他为品，这些常月公先见是牛，情重是山啊。区区一问，望不见效。此时待下官禀明我老丞相，接着前来迎接常月公，妻子相扶，一别为婚。不是见公告子，我说告子。想不到我王魁一家儿子，竟做了天子的门生，这样的爬去，也算飞黄腾达，旁征百里。好不可惜呀！心中所欲一日用，王魁就着梦伤心。作为我外场公的苦实在，从今与就在路上忙到牛带上担心呀常月公，来阳家事到啊！下属人不在，书信下在卡店之中，是店自动送来的，小人已当发他去了。下去是。贵因被击，望郎千惨。还有小事一事。
上不胜过金秀香，谁让得以真说啊？谁知叫谁有贵客，是绝恨意得西他。看着小事，归隐道外一往情深。哎，大丈夫做事岂能反复无常？事到如今，我已顾不得你了。不免待我修饰一封，我送把银200两，以报你2年恩爱。一封信寄于明空，教育娘，彼是王配两金上，一花女真配唐元郎。他说银子200两，是王配不能只来养。为己与你肌肤得意。舅妹啊，那真是嘞啊。白酒寒凉。
好傻呀！但愿你他居平安度千山，一山一块福你尽，换大雨苦家。金大空难财上分，我亲对梦来喜亲人，千真万真无心。我媳妇人，老回家，少爷送了套女儿命老奴报喜来了。想不到叫归阴，夜雨惊到，有书信一封。是的，还有家说银子200两，请夫人收下。银子就没收下。老管家，少爷身体可好？很好。可是少爷今日差你来的？正是少爷命老奴迎接夫人觐见。遇老你了。啊，菲菲，你快去预备酒菜，今晚的我姐妹喜上一喜。老管家，一路辛苦的，我先去吃吧。菲菲，你快点行吧，我们都想听听这喜信呢。哎，上元公去上元夫人的信，我们怎么好听呢？算了，我们吃吧。呀，老管家，老管家去洗洗吧。姐姐，我要去问妈妈不可，看她还要骂，姐夫穷，弟弟甜嘛。妹妹不可自私，阿舅妹。你快去正在营上，明日一早，令我一同进去，多谢姐姐。王魁见机，贵姬长子。是必须在今教应得中，乱人想造贼，即是疼力。决心患难的绝呀，但命王总送把人200两，是把延期2年而来。必连子愿意归，须将不应冤枉亏。今小人长得绿，真相群绿，我一在。瓦亏谁呀？
我哭诉了半天，你是一滴也不离开我。莫非觉你的人太多了，
你忘了那天我王魁在此明日了吗？潘官爷，潘官爷，潘官爷，请你向黑人爷为兵一声，夸夸办那王魁。你也不理我，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，不是你有小慧所精神的吗？小慧哥哥，小慧哥哥，小慧哥哥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吗？你也不理我。我明白了，遇见王魁逼不得已的，他中了状元，是天师蒙受。遇做了汉人乡的女婿，你们都不管打他，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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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教会一无的。而不是，是个烟花女子，给人家媳妇的嘛我名字黑大爷，难道你母子不刚分？乱与参见皆有人，恰为我的今日福音令的三母哭诉苦莫比你为啥不管生死，岂不问生死风波写着本，与王魁在城前挖下肆虐，为心才呀去小比个西北天门我不想你，我确实不想你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们叫马不到万苦人，曾经在宝儿的当马走起啊灵，在真是上天天福路啊，在的家父们开生意啊，你不做
海人爷，你真的不给王奎与我在身，你不在我的堂子，归因此愿也无此可生的了。你叫我回到哪里去呢？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我只有一条死路，对，就是我死了也要给那王奎。到你身边得王奎休去，死也生死，海人也生了他的可说，命哀给了王奎，先来与他之人。对，小鬼有哪里？来也，判官爷，小鬼爷，如今海人也生了你的可说，命你随我同往必经给那王奎当真，竟有给王八台词。判官爷，你与我把如意，眼
是什么声音？这是故意爱民。原来是姑爷儿了了离离叫声悲，可怜他与归隐，一半儿小在莫比被抛弃，漂泊天涯，无自空归。有回应，好。言官，我到四方披阅公文，你为防侍奉小姐去吧。是。也不忘愧，自从实在相母以来，蒙那小姐对我十分恩爱，这次言不必弃。可不定谁经你乡，只想问美，上有那风流长草俏娲母妹，不就又是深秋了。自从得知焦贵爷在莱阳黑人庙内事业生死，哎呀，下官虽在进入精修之中度日，总觉得精神恍惚啊！情缘一定深深地，当来残灯自流年，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，望春望望必不息。司令下面是谁来了？你是谁？不是人，只是银呐！哎，王奎啊，你的大娘也他心，就是鬼门，怎该把我天出门生气？地里真是平静了。听说是边境的，我心小是啊悲，在乡家是大哥为你的王魁，他在那三围楼上成双作对，叫子女孤孤单单，凄凄切切，千里万飞。哎呀！
佛财。交归于你才是等于在这了王魁。判官爷须心急，且得一位。交归于莫非你有生推尊是也？判官爷呀，昔日我生太早，心上寒冤，独自为2年前夫他父啊在。判官爷须归营，先去死判。他爸与真心在，我情愿受为。神仙也负有你，这判官呀，他那个没病人靠不过台，我定要将他的命来塞。好。好凄怆啊，好像是焦桂英的声音，又听不见了。哎，也许是我今人恍惚所致，切日由他。为何府门是开呀？好，这是谁？是我啊！哎呀，掌柜呀！王郎，分明是人，真的是鬼呀！你不是焦桂英吗？真是为妻，
闻听你在黑神庙有日夜生死了啊！这是认错了，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王郎，请来看，我不是你的鬼影吗？我一人修饰一封文银200两，你再来找王郎在中常院为吉祥郎君复喜来了。是个过年，还我的什么喜呀？正在不护你，王郎得中高亏，说了为妻，祝你成名之女。再三，我千里迢迢，也为的是与郎君送药方来了。药方？昔日郎君在明狂的时节，深耕苦读，两脚冻得冷冰冰的，后来成了大病。是我在黑神庙右边，请一位大夫看好的。大夫说，要是此病再发，可再报此药。我病从未再发，药方不用了。不用了，总算再发，也有我那夫人找了，我老规矩必须。原来是此。我去问你，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，郎君来的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鬼，你咋这不委屈？我就要问你个貌似婚情，时常相负之才。哎呀，王郎，你何必是死呢？明年归隐当在一点不稳定的好事，你就收了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。桂英，你咋这次要是被夫人知道，那完得了啊！记得我与郎君当日相爱，誓不再讲。如今王郎告状，为妻反遭受气，霎时为妻道儿的剧烈难抗。此君王郎用桂英在府上做一名奴婢，我一个郎君大恩大德。
这条心，速速与我出去吧。既然做奴婢也无此法问，记得你在今日间判你路途寂寞，写下青丝一缕，须请万在身旁吗？这是你的留法。哎呀，那你顺在你，若顺在么？夫人对你讲了，他已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新闻。啊！若顺在是我弟弟的遗文，当在相送于你，想不到你不必多言，请你把您50两速速回去了吧。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那么，请你往进50两，你是你们不去吧？啊！到了此时，你还要我叫桂英再落风尘呐？你心何人啊？他呀，桂英啊，今生是我为了你，原来生于你这些思路从家罢休。哼，我却不信，我代替明日，王奎，你那时也已经死了一个叫桂英，你还想再死一个叫桂英吗？王奎这14万日本大头，在山谷上来是同结你已经来吃了叫桂英一个，你还想到来再去什么？正是桂英桂门上司。哎呀，桂英，你不要来想我，我明天去了名声高道，超度于你呀。我要你跟我回来阳气吧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啊！现在怨我不行，你是鬼呀！只要有情，何分成鬼呀？鬼，你是真不去，我定要请那法师将你当着九有地狱！王坤，你在呀？我刚才私推你本身，是指望你有半点人心，我在找你一事。谁知你今日丧尽天良。